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套電影啦？咁咧就呢套電影咧係講述咧 Tom Cruise 咧呢個飾演嘅主角，佢咧就參與一場嘅戰爭。當佢上戰場嘅時候咧，佢見到女主角死亡。當佢女主角一死嘅時候咧，Tom Cruise咧就唔知點解突然間咧就會超越時空，翻到咧參軍之前嗰個時間，再一次參戰。同樣地，個女主角又喺面前死多次，如是者一次又一次，就好似個廣告，頭先個廣告裏邊不斷出現一個字 repeat， 不斷地重複見到個女主角死喺戰場。電影個故事就係講 Tom Cruise 用盡方法去救呢個女主角，使佢唔死喺呢個戰場當中，並且令呢場戰爭得到勝利。呢個電影講呢個故事嘅手法就係咩啊？就係俾主角不斷有機會去改變現在嘅狀況，使到結果不再一樣。呢種故事嘅講呢個故事嘅方式咧，喺唔同嘅電影都出現過，唔單止電影，小說都有。佢目的就係帶出人係期望人生當中有啲新嘅突破，創造人生新嘅一頁。呢個係人心底裏邊一個渴望，改變現況，開創人生新嘅一頁。今日我哋嘅人生係咪同樣開創新嘅一頁咧？你期望你嘅人生係點咧？係咪開創一個新嘅時期咧？但係更重要嘅，究竟你為邊個去開創一頁？為你自己，為你嘅仔女，定係為基督？今日福音書嘅經文，我相信你翻過教會一段時間，或者基督教學校、天主教學校讀書咧，都應該讀過呢段經文。呢段經文應該大家都熟。好簡單地講一講呢段經文，就係耶穌咧受魔鬼嘅試驗，問耶穌3條問題。第一條就問耶穌：你肚餓啦，將石頭變成食物啦。第二條就係你由高處跳落嚟，睇下天使會保護你。第3條就話你如果嚟拜我，我就將一切榮華富貴俾晒。耶穌點去回答佢咧？耶穌回答呢條問題，第一條佢就答：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嘅一切話。第二條問題佢答：多試探主你嘅神。第3條要拜主你嘅神，唯獨侍奉他。係咪好熟咧？耶穌回答呢3段經文，其實咧全部都係引用緊《申命記》第6章同第8章嘅經文。咁點啊？引用古人講嘅嘢啫，有咩特別啫？可能對我哋嚟講唔特別，但對猶太人嚟講咧，好特別意思嘅。就如果第一句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嘅所出一切話，係引用《申命記》第8章第3節。猶太人一聽到嘅說話，佢唔係淨係記得呢節噶，因為猶太人咧好細個就將本舊約聖經背晒，所以當佢讀到呢節，佢就會自動諗起晒前後講緊啲乜嘢。所以佢喺腦海當佢聽到耶穌講話，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係靠神口裏嘅一切話，佢就會記得嗰段經文講啊，你要記得這40年耶和華你嘅神喺曠野一路引導你，是要磨練你、考驗你，為要知道你嘅心如何，是否願意遵守他的誡命。他磨練你，任你飢餓，將你
和你嘅列祖所不認識嘅嗎哪賜給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嘅一切。好明顯，當耶穌講呢句說話嘅時候，猶太人就會好明顯地諗起曠野40年，以色列人出埃及，邊個引導佢哋咧？上主引導佢哋，耶穌受聖靈嘅引導去到曠野。以色列人受上主嘅試驗，耶穌而家受魔鬼嘅試驗。以色列人飢餓，同樣耶穌都係飢餓當中。所以耶穌回應就話：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中所出嘅一切話。正正就係重複緊以色列人當日曠野經歷。我哋再睇埋第二、第三句啊。佢話：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嘅神，像你們在瑪撒那樣試探他。要謹守耶和華你神嘅誡命和他所吩咐嘅法度律例。你要謹慎，免得你忘記領你們出埃及為奴之家出來嘅耶和華。你要敬畏耶和華你嘅神，侍奉他，奉他名起誓。呢3段經文不斷地提醒以色列人出埃及作喺曠野日子。呢段日子喺以色列人嘅歷史裏邊，喺每個年代佢係不能忘滅嘅記憶。馬太福音嘅作者將耶穌所用呢3節嘅經文俾當時嘅初期教會嘅信徒聽知道，正正就話俾佢知耶穌經歷試驗嘅經歷同以色列人出埃及喺曠野嘅經歷係互相呼應，好似將兩件嘢擺埋一齊俾一齊睇到，要你聯想耶穌嗰個喺曠野受試驗同以色列人喺曠野受試驗係相同嘅。而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入曠野，正正就係為以色列人開創新嘅一頁。呢一頁係咩啊？就係建立以色列國，使萬國因為以色列而得福。所以作者要給當時嘅信徒明白，耶穌基督為王，耶穌係王，耶穌為信徒開創新嘅一頁。呢個新嘅開始係要成為其他人嘅祝福。馬太福音嘅作者正正通過耶穌受試驗呢個經歷，話俾當時嘅教會嘅信徒知道，耶穌嚟到嘅世上係要為世人開創一個新嘅開始，一個新嘅國度開始。呢個國度就係天國。你哋作為耶穌基督嘅跟隨者，就係呢個天國嘅子民嚟㗎。同樣地，你哋嘅人生係要開創新嘅一頁，要成為其他人嘅祝福。就好似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進入迦南，開始新嘅國，並且以色列國要成為萬國嘅祝福。我哋係咪同樣同當時嘅信徒一樣，開創一個新嘅一頁，為基督嘅緣故喺個人生開一個新嘅一頁？嚟到呢度令我諗起一個人，盧雲神父。盧雲神父佢出身於荷蘭一個小鎮，佢父母係一個虔誠嘅天主教家庭，爸爸係公務員，媽媽係家庭主婦。父親咧從小咧灌輸佢要出人頭地嘅思想，媽媽就經常鼓勵佢要愛主愛人，絕對唔好做一啲令自己遠離天主嘅事。盧雲神父佢學業有成，更喺耶魯大學教咗10年書。呢10年係佢人生最安定嘅時期。
去到1974年，佢仲喺耶魯大學得到咧終身教職一職，即係話耶魯大學唔會炒佢。盧雲神父喺耶魯大學嘅時候，喺其他人眼光係最風光嘅日子，就喺呢個日子裏邊，盧雲神父深深記得耶穌話要為人服嘅教導。佢話我哋要跟隨耶穌，就要學耶穌所講，我不是來受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並要交出自己嘅性命為大眾作為贖價。因為咁嘅緣故，佢決定離開個安定嘅人生，離開咗個大學教授嘅，離開咗耶魯大學唔做教授，轉為去服務智障人士。佢曾經講過，佢服務呢班智障嘅群體嘅時候，佢喺裏邊見到基督。盧雲神父正正就一個新，佢用佢嘅人生開創一個新嘅一頁，一個佢本來平靜安穩，但係因為上主嘅緣故，放下所有，為其他人開創新嘅一頁，為有需要嘅人帶嚟祝福。可能有人話，佢係神父啊嘛，佢得啫，唔關我事啊，我做唔到噶，唔係我噶。我讀神學院嘅時候咧，咁即係當然唔得我一個啦，好多有個女同學，佢大概就嗰陣時30歲度，係一個非常開朗活潑嘅女仔嚟嘅。佢嚟入嚟讀神學嘅時候咧，佢患咗一種病，個病咧係令佢視覺咧慢慢衰退，而咧慢慢係越嚟越睇唔到嘢。佢嚟讀神學嘅時候咧，剩翻咧，醫生話佢剩翻1成到嘅視力，所以咧佢讀書點讀書咧？佢用個 pad 將佢放大，一版2個字，只可以睇2個字，佢先睇到。呢方到咁大，佢先可以睇到。佢就係咁樣2個字咁讀書。每一次我見溫書嘅時候，我都好感動。因為佢比其他人要更大嘅努力，先可以完成佢哋我哋覺得好簡單就咁讀嘅書。唔單止咁，佢每一次上台做主持，佢講道，佢都要把所有經文、詩歌、程序全部要記晒入嚟。如果唔係，佢根本唔可能做到主席，做到講道。但同樣，佢係咪好學？我哋都係同學嘅，我哋覺得哇，好慘，好辛苦啊！但係你發覺，如果當佢同你傾偈嘅時候，其實佢唔介意自己嘅視力有問題，佢好有信心，佢話神會幫佢完成呢個學業。我成日諗，如果佢唔讀神學，留喺屋企休息，冇人怪佢，佢應該覺得好好添。但係佢回應上帝嘅愛，佢進入神學院去預備自己，為要嘅係服侍弟兄姊妹。我同樣見到佢為主嘅緣故，開創人生新嘅一頁。盧雲神父或者我呢位同學，因為見到佢正正就係開創人生新嘅一頁，唔係為自己，唔係為佢家人，而係為上主，願意踏上呢條路，為其他人帶嚟祝福，放下佢哋安穩嘅生活，踏上一條唔容易走嘅路，為要把上主嘅祝福帶到其他人當中。今日我哋喺加拿大生活，係咪都係同樣為上主嘅緣故，開創人生嘅新嘅一頁，為其他人帶嚟祝福？耶穌基督
喺曠野受試驗之後，佢就開始咗佢人生新嘅一頁，將天國信息去傳開，教導人點去如何活出上主所喜悅嘅人生。耶穌受試驗，正正就話俾我哋知道，唔係我哋想去點去活我哋人生，而係要問上主想我哋點去活出一個上主喜悅嘅人生，並且用我哋人生去祝福其他人。今日喺加拿大，我哋好平安，好安穩，係咪咁啊？算好似今日頭先我第一條片播出嚟，我哋人生係咪重複緊一般人好普通嘅日常生活？出世、讀書、結婚、生仔、成功地位，跟住死亡，定還是我哋願意以我哋嘅人生成為其他人嘅祝福，為上主嘅緣故開創一個新嘅生命？但願榮耀歸聖父、聖子、聖靈。